大家好，我係嘉里。2026年美墨加世界盃48強小組賽全部踢完，32強嘅淘汰名單全部誕生。亞洲就剩低澳洲同埋日本兩支嘅球隊晉級，而韓國就喺48強出局。呢一種情況喺賽前冇一個韓國人會相信，今屆世界盃擴軍去到48隊，出線嘅門檻係歷屆以來最容易嘅一次。就連每個小組嘅第3名都有機會出線。喺呢一種制度底下，一支自命不凡嘅亞洲球隊，竟然淪落去到分組賽就執包袱走人。對於韓國嚟講，成個國家都係天塌下來。先講返場波，排名25嘅韓國今屆抽到去 A 組，同組有主辦國之一排14名嘅墨西哥，排60名嘅南非，同埋排40名嘅捷克。就咁睇，韓國嘅處境其實唔係咁差嘅，因為同組入邊一隊就連頭10嘅球隊都冇，而且第一場分組賽韓國就已經反勝咗捷克2-1，攞咗開門紅3分。第二輪就因為龍門一次出營犯錯，僅僅就係以1-0輸咗俾墨西哥。去到最後一場嘅小組分組賽，韓國面對世界排名最低嘅南非，當時嘅處境其實就好簡單，踢和攞到4分就已經可以小組出線㗎啦。賽前成個韓國上上下下由媒體去到球迷，幾乎一面都係覺得係贏硬嘅，甚至乎覺得今年小組賽排名用對賽成績作為優先條件係唔公平，因為就算韓國對住南非入咗100球，都冇辦法超越榜首嘅墨西哥。結果就係韓國0-1輸咗俾南非，所有球迷同埋媒體一齊暴動，佢哋覺得贏就係應份嘅，和波係佢哋好勉強嘅底線，而輸波係完全接受唔到。而呢一個仲未係最壞嘅時刻，因為今屆世界盃係48入32強，除咗小組頭2名之外，12個小組入邊最佳成績嘅頭8名球隊亦都可以晉級。而韓國嘅成績就係3分，得失球-1。既然孫興敏靠唔住，唯有寄望啲鬆啲敏可以幫幫手啦。韓國媒體就不斷喺度計分數，而球迷就不斷喺度睇其他國家嘅比賽，希望佢哋幫到手。而韓國足球員喺最近2日仲要繼續集訓，大家都好煎熬。但係其他國家似乎就唔想同佢哋做鬆啲喎。韓國球迷講到，一日換3次國籍都冇用。隨住韓國嘅排名不斷滑落，佢哋自嘲講到全世界都想佢哋出局，全宇宙都想韓國出局。結果去到最尾，韓國係正式被踢出局。球員喺餐廳情緒崩潰，總統要走出嚟道歉，韓國媒體定性為亞洲恥辱。球迷揚言要去機場好好招呼呢一班球員同埋教練，甚至乎有啲激進嘅球迷講到準備定一啲排泄物或者尖鋭嘅工具。而韓國足協眼見場面可能失控，乾脆就宣布球隊返去仁川機場嗰一日係唔會進行任何嘅正式歡迎儀式，到時候警方仲會嚴陣戒備。呢一個係韓國自2002年以嚟第一次取消海外世界盃回國嘅儀式。而韓國球迷喺機場招呼敗陣嘅球隊唔係一個新鮮事情。時間返到去2014年嘅巴西世界盃，嗰一屆韓國喺小組賽3場1和2負，包尾出局，喺亞洲球隊入邊最先被淘汰嗰一隊。球隊返到仁川機場排隊影相嗰陣，有球迷向佢哋掟麥芽糖。喺韓國，麥芽糖係有特別嘅文化意思，韓文叫人食糖呢，其實係粗口嚟嘅，意思即係貼近死海收皮。時間再去到2018年嘅俄羅斯世界盃，嗰一屆韓國其實就踢出咗一個奇蹟，喺小組最後一場居然係2-0爆冷擊敗當時衛冕冠軍兼世界排名第1嘅德國。但係因為頭2場輸咗俾瑞典同埋墨西哥，韓國一樣喺小組出局。而球隊返到去機場，一樣都有人掟雞蛋掟菇筍。隊長孫興敏當時喺現場係露出詫異嘅表情。而麥芽糖同埋雞蛋之間就隱藏住一個好諷刺嘅人物線。2014年俾人掉麥芽糖嗰個嘅主帥叫做洪明甫，佢喺賽後攬晒啲責任，話自己身為教練不足。然而時間去到2026年，再一次喺世界盃出局，
再一次俾韓國傳媒鬧到狗血淋頭嘅主帥，又係佢啦，洪明甫。最巧合嘅地方就係呢個洪明甫呢，正正就係2002年韓國打入世界盃4強嘅隊長，一個人喺2002年成為國家英雄，但係接連喺2014、2026年都成為咗國家罪人，兜兜轉轉，命運就係咁奇妙噶啦。出得嚟行，梗係預咗要還噶啦。咁洪明甫今次俾人鬧得最勁嘅嘢呢，第一類就係佢嘅戰術同埋臨場調動，一啲韓國知名嘅足球主播直接喺直播入邊鬧爆，就明確點名洪明甫嘅戰術管理同埋策略失誤，先至係出局嘅決定性因素。被批評個波淨係喺後防線同埋邊路之間傳嚟傳去，永遠都唔敢向對方禁區作出垂直嘅滲透，結果全場只係得返幾次似樣嘅射門，幾乎冇對南非嘅門將造成真正嘅威脅。而韓國足球名宿朴智星亦都批評呢一種毫無生氣嘅踢法，指出球隊落後嘅情況底下，依然維持防守嘅人數，完全睇唔到入波嘅意志。而第二類呢，就係用人方面，洪明甫喺賽後俾全世界媒體鬧得最勁嘅決定，就係佢將隊長孫興敏連同一個叫做卡斯洛普嘅德韓混血球員一齊擺咗喺替補席。大家都知道孫興敏就係韓國足球嘅招牌，喺英超效力咗10幾年。喺呢場波之前，佢已經為韓國連續正選咗12場嘅世界盃正賽。但係喺呢個只要踢和就出線嘅生死戰，洪明甫居然將佢擺咗落後備，落後嘅時候先至派佢落場救火。而另外一名球員卡斯洛普今年只係23歲，效力德甲傳統勁旅門興，喺韓國國家歷史隊上第一位海外出生嘅混血成年國腳。老豆係德國人，佢阿媽係韓國人。作為一個可以喺歐洲5大聯賽揾食嘅球員，居然喺世界盃頭2場對住捷克同埋墨西哥，佢一分鐘上陣時間都冇。洪明甫棄用佢理由，主要講到防守隱患同埋溝通問題。佢講到話佢嘅球風太進取，防守嘅時候呢就好容易失位，再加上佢嘅韓語能力有限，咁佢就擔心同後防嘅隊友呢就夾唔到，會破壞咗一個後防體系嘅穩定性。咁大家都見到啦，進取喺韓國教練眼中呢就係一種風險，穩定呢先至係最重要。而對南非嘅生死戰，上半場進攻陷入咗僵局。洪明甫終於喺下半場開始嘅時候，先至將卡斯洛普換上場，俾咗佢45分鐘嘅世界盃時間。而有啲專業分析普遍認為，球員跑動遲緩嘅根源根本就唔係生理疾病，亦都唔係疲累，而係戰術佈置失誤所導致嘅心理急躁同埋一啲不必要嘅內耗。呢個亦都帶出咗第3類批評，一種更加深層次、更加難以改變嘅事情。就係韓國足球嗰種威權嘅打罵文化。有報道講到，洪明甫喺更衣室同埋訓練場上面，依然係沿用韓國傳統嗰種威權管理，透過嚴厲嘅責罵、情緒宣泄，甚至乎帶有一啲肢體威嚇嘅色彩去管理球隊。佢不禁令我諗起香港學界籃球教練翁金華，為咗成績、為咗爭光，就成為咗喐手嘅正當化藉口。當時佢掌摑一名嘅中學生。而看畫現場20名嘅隊友，連同2個助教都企定望住，冇一個人阻止。事實證明，當一個人威權大到一個地步，就連旁觀者都唔敢出聲。呢一個就係威權結構最得人驚嘅地方。而恐懼驅使出嚟嘅訓練，只要教人自保，扼殺創造力。喺韓國嘅體育文化入邊，教練係擁有絕對嘅權威，再加上洪明甫就擁有02年世界盃4強嘅光環。呢一種建立喺恐懼之上嘅管理，喺早年亞洲足壇呢都仍然可以靠住體能同埋紀律取得一定嘅成績。但係現代足球入邊就係一啲致命嘅毒藥，因為當球員受到壓迫就驚失誤，驚俾人辱罵同埋懲罰。佢哋球場上面唯一識做嘅就係最安全嘅橫傳同埋回傳，即係話呢一種威權式嘅打罵教育，其實就徹底扼殺咗球員喺場上面嘅創造力。而另外一邊廂，日本首戰對住世界排名前列嘅荷蘭，係一條官方嘅幕後紀錄片，記錄咗主帥森保一賽前對住全隊嘅一段訓話。佢講到話，無論你係首發定係替補，佢知道大家為咗呢一場波諗咗好多嘢，但係總之一定要傾盡你哋所有嘅嘢。然之後佢講咗最關鍵嘅一句：
難免總會有啲時刻，你會對自己嘅判斷感到猶豫、感到迷茫。咁去到嗰一刻嘅時候，請你哋絕對要記住，如果要喺積極冒險同埋消極保守之間作出取捨嘅話，就請佢哋一定要揀積極冒險嘅嗰一邊。而呢一段説話喺球場上面嘅效果就一清二楚。日本對住荷蘭2度落後，2度追平，最終逼和咗呢一支歐洲勁旅，而且仲要係荷蘭領先2-1嘅時候，對方係企出5-3-2嘅保守陣式底下被追平。而喺韓國戰術極度匱乏，再加上球員喺場上面沉重嘅步伐，又引發咗賽後新聞發佈會極具侮辱性嘅一幕。有韓國記者直接向洪明甫提問，就話睇到球員整體身體狀況都係非常之沉重，就問賽前係咪發生咗一啲集體食物中毒之類嘅不可抗力因素呢？咁呢個記者其實係用翻1998年世界盃巴西決賽意外輸咗俾法國3-0，而賽後嘅解釋就係話球員集體食物中毒，而球迷就連佢哋嘅門將金城輝嘅妻子金真京呢一個對於比賽勝負毫無關係嘅女性都唔放過。金真京係模特兒出身，做過演員。喺世界盃期間，佢喺醫院誕下咗一名女嬰，而佢老公就喺地球嘅另一邊為韓國踢緊世界盃。第一場對住捷克嘅時候，金城輝發揮神勇，撲出咗關鍵嘅射門。當時留言區一面倒讚佢拯救咗國家，話佢係成個韓國最型嘅男人。點知去到第二場墨西哥嗰一場比賽，門將金城輝下半場初段意外同自己隊友後衛撞咗一下，個波喺手上面甩咗出嚟，落咗喺墨西哥球員腳下，變成咗失球。就係因為呢一球嘅失波，韓國最終輸咗0-1。而賽後一部分嘅球迷嘅怒火就衝咗佢嘅太太金真京嘅社交媒體，就連佢啱啱出世女嬰嘅相片呢，亦都被惡意留言洗版。啲留言惡毒到一個地步，逼到金真京要將自己嘅社交媒體限制留言。咁講到嚟呢度，大家不禁要問啊，無論係記者對於主帥嘅食物中毒質問，定還是係網上面對於國家隊鋪天蓋地嘅謾罵，全部都指向咗韓國社會一種深層次內卷文化現象。喺2002年之前，韓國喺世界盃從來都未贏過一場，球迷對於球隊嘅期望其實好低嘅。但係自從2002年好神奇咁樣入到4強開始，佢哋就覺得韓國係打得入4強嘅球隊，就係呢一個錯誤嘅自我定位。韓國足球隊就成為咗國家榮譽嘅載體，但係期望越高，跌落嚟嘅反勢咧就越誇張。好快同大家重溫一下，到底02年發生咗啲咩事。2002年世界盃係史上第一次喺亞洲舉行，由南韓同埋日本2個國家一齊做東道主。南韓喺淘汰賽接連淘汰咗意大利同埋西班牙2支歐洲勁旅，歷史性咁殺入咗4強。至今亦都成為咗史上唯一一支打入咗世界盃4強嘅亞洲球隊。而呢個第4名喺韓國國內，直至去到今日都係一種莫大嘅民族驕傲。但係我相信好多其他國家嘅球迷都係唔會承認嘅，尤其係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球迷。咁點解咁講呢？韓國16強對住意大利嗰一場，執法嘅厄瓜多爾球證摩連奴作出咗一連串極具爭議嘅判決。係人都知道意大利嗰一隊嘅牌面實力係遠超韓國㗎，入邊有一大堆意大利球星，例如迪比亞路、韋利、托迪，後衛有馬甸尼、簡拿華路，龍門係保方。但係韓國喺嗰一場比賽入邊大踢功夫足球，有一啲嘅情節呢，基本上就同少林足球嗰隊嘅魔鬼隊差唔多，包括南韓球員批爭撞到意大利球員塊面頭破血流，雙腳落鏟，直接用個腳踢人哋個頭。點知呢一啲嘅事情呢，個球證全部都視若無睹，甚至乎意大利球員托迪喺加時殺入咗禁區，俾南韓後衞放倒。咁正常嚟講呢，呢一個絕對就係12碼，但係個球證企喺30碼以外，反而直接判咗托迪就係插水，向佢出示咗第2張嘅黃牌，將佢逐咗出場，搞到意大利要10打11，最後仲要輸埋。而5日之後對住西班牙嘅嗰一場比賽，西班牙有2次將個波送咗入網，2次都係被判無效。喺球證旁證全部都係佢啲人嘅情況底下，咁點同佢玩呢？最終0-0互射12碼，南韓門將撲出咗一球，
韓國就全部入晒，而洪明甫就射入咗決定性嘅嗰一球。南韓5-3贏出，成為咗歷史上第一支殺入咗世界盃4強嘅亞洲球隊，亦都被後人稱之為世界盃史上最下流嘅球隊，世界盃史上最黑暗嘅時刻。而國際足協當年嘅定性就講到話人為失誤，並非預謀，但係球迷順利一成都雙目失明。不過咁，呢個世界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嘅2002年嘅光輝就直接做咗後來球迷輸唔起嘅高期望，先至會有後來2014年喺機場掉麥芽糖，2018年掉雞蛋，2026年對住洪明甫嘅食物中毒嘅嘲諷。當一次嘅異數變成咗標準，韓國球迷對於國家隊嘅要求就喺嗰一晚開始永久咁樣抬高咗。而洪明甫喺20幾年之後，佢用主帥嘅身份再次踏上世界盃舞台，迎接佢嘅已經唔再係光榮，而球迷記住嘅仲係02年嗰一種入咗4強打贏咗全世界嘅感覺。但係韓國足球嘅體系根本就冇進步到去穩定咁樣產出表現，一邊係被錯誤神化咗嘅記憶，而另一邊就係追唔上嘅現實，兩者之間嘅落差就咁一年復一年，轉化為憤怒、羞辱同埋失望。咁講到嚟呢度，咁到底韓國足球隊而家嘅實力去到邊一度呢？今屆世界盃日本26人嘅大軍名單入邊，有23個人都係歐洲嘅，佢實實在在咁樣喺5大聯賽揾食，幾乎每個頂級聯賽都有日本人嘅身影。換句話說，日本嘅嗰一份名單係接近一支全歐洲頂級聯賽主力嘅陣容。而韓國呢，26人入邊都仲有15人喺歐洲揾食，咁聽落都好似幾好。但係如果你睇翻15人嘅 breakdown，其實只係得4至5名嘅球員喺一線聯賽，包括喺拜仁嘅金文哉，喺巴黎聖日耳門嘅李江仁，狼隊嘅黃喜燦、緬恩斯嘅李在成同埋飛燕諾嘅黃仁範，其餘嘅球員都係啲次一線嘅聯賽，例如丹麥、奧地利、蘇格蘭，喺英超第2級嘅英冠等等，同5大聯賽嘅強度同埋曝光率都係差咗一截。而當家球星孫興敏今年已經33歲，踢緊美職聯嘅洛杉磯 FC。根本就唔再喺歐洲揾食。咁大家都知道踢波嘅強度同埋節奏係練翻嚟。當啲球員喺一個更高水平嘅環境度浸翻嚟，同其他高水平球員競爭，佢哋嘅對抗決策速度自然就會上升去到另外一個層次。而睇翻啲更加宏觀嘅數字，喺歐洲各級聯賽揾食緊嘅日本球員總數已經超過咗100人，而韓國即係得翻大約30至40人。而更加關鍵嘅就係流出嘅方式，日本有超過60%嘅歐洲球員喺入選國家隊之前已經自己外流咗出去，即係話日本自己嘅人才輸出已經唔再係靠國家隊呢一個招牌，而係有成個生態自己喺度運轉緊。而呢個就係帶出咗韓國足球嘅4個最現實嘅字：青黃不接。幾年前踢緊世界盃嘅嗰一班人，今年仍然係嗰一班人。反而日本已經一代一代咁樣更替咗好幾批嘅球員，基本上佢哋換邊一個上場，踢法都係一模一樣，係可以換人唔換打法。而喺呢一度就要帶出背後青年訓練系統嘅唔同。日本同埋韓國嘅青訓咧係好大分別。先講日本，喺日本佢哋足球嘅基數咧係大到一個驚人嘅地步，單單係一個好普通嘅區就可以有超過700支唔同級別嘅小學球隊。每逢週末，佢哋由朝早8點鐘一直踢到去下晝，一日最少都踢幾場波。啲球員喺場上面不斷輪換，就連休息時間都要攞嚟做訓練同埋食飯。而喺小朋友嘅啟蒙階段，教練其實會鼓勵佢哋會發展個人技術同埋突破，任由啲小朋友帶波一條龍，將個人單兵嘅能力發揮到極致，直至去到6年級或者初中嘅時候，當每個球員都有一定嘅個人能力，佢哋先至會開始淘汰一啲淨係識得自己帶波，唔識配合其他人。佢哋要將個人能力融入去團隊戰術入邊，再加上球探嘅制度，球員自細就會俾人發掘。而有啲制度呢，仲會主動送球員去海外嘅球會鍛鍊。日本嘅青訓就有2個口頭禪，一句就叫人唔好驚失敗，一句就叫人去挑戰、去拼搏。一個球員寧願膽大過人，去做一啲 key pass 而失誤，教練係會讚賞佢嘅。反而一個球員即係為咗一啲安全波，次次喺度橫傳或者交翻後面，
就算冇失誤呢，佢哋嘅教練都係唔會收貨，亦都唔會欣賞。而韓國嘅嗰一套呢，就成績至上，因為喺韓國嘅學校體制入邊呢，球隊嘅比賽成績直接係同球員嘅升學同埋教練嘅生計呢係掛鈎嘅。喺呢一種極度功利嘅情況底下，基層嘅教練呢，往往都係採取最保守、最快見效嘅破壞性踢法去保住自己份工。為咗避免失誤而輸波啦，教練係嚴厲禁止球員喺後場上面組織或者自己去過人。一旦有啲球員嘗試自己盤帶失誤啦，就會遭到嚴厲嘅斥責。對於呢一種訓練呢，令到啲球員自細就會養成咗一種遇到壓迫就會大腳解圍嘅肌肉記憶，徹底扼殺咗一啲嘅創造力。而呢一種嘅風氣呢，就令到韓國係難以去培養出一啲有靈氣嘅球員。而教練去揀球員嘅時候，都係偏好一啲身材早熟、身材高大嘅球員。而嗰啲身材瘦弱但係技術細膩、球商極高嘅球員呢，或許喺早期呢就會被無情淘汰。但係你縱觀翻成個足球世界，有好多嘅球員呢都唔係靠身材而成名嘅。而球王美斯呢就係一個最佳嘅例子。而韓國球員仲要面對兵役，男性呢要服役大約21個月，除非佢哋亞運攞到金牌或者奧運獎牌呢，先至可以豁免。而呢一個制度呢，就令到好多有潛質嘅球員生涯中斷咗，亦都令到唔少歐洲球會卻步，因為買咗一個未必有得豁免嘅球員，踢幾年就會走去當兵2年。所以韓國球員嘅外流呢，往往都要等到佢哋透過國際賽攞到豁免，甚至乎服咗兵役呢，先至可以外流出去。而喺呢個時候，佢哋已經唔再後生。韓國最諷刺嘅地方就係佢哋當家球星孫興敏，其實呢係喺德國嗰度長大訓練嘅。佢老豆孫興政當年就睇中咗韓國呢一種足球嘅體制弊端，就批評韓國足球就只係沉醉於勝利，將啲細路操到散晒，就冇打好基本功，所以先至寧願自己親手訓練佢。去到10幾歲嘅時候，就將佢送到去德國漢堡青訓。換句話說，韓國嘅當家球星，佢嘅成功呢，其實某程度上係建基於避開咗韓國本土青訓嘅體系上面。而呢件事情嘅本身就係對於韓國足協最大嘅諷刺。但係就算好似孫興敏呢一啲世界知名咁成功嘅球員，其實都難以逃避冇服兵役嘅爭議。喺今屆世界盃第一場之前，韓國隊喺墨西哥訓練基地入邊進行公開訓練，現場嘅收音設備咧就意外錄低咗幾名嘅韓國記者私底下交談。錄音入邊講到啲記者喺度嘲笑孫興敏冇當過兵，兼且講咗一啲好難聽嘅説話。事緣呢，就係孫興敏喺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就攞到男足嘅金牌，依照規定咧就可以免除兵役嘅資格，而且佢之後係完成咗一個為期3個星期嘅基礎軍事訓練，程序上咧完全係合法合規嘅。然而有部分嘅韓國記者咧照樣係攞呢一樣嘢出嚟，咁由此可見咧，韓國社會兵役係一個極度敏感、牽動全民神經嘅一個公平議題。咁最尾就講埋韓國嘅最高管理機構韓國足球協會呢一個機構嘅核心人物，就係由2013年開始掌管韓國足協長達13年嘅會長鄭夢輝。佢任內足協嘅行政運作經常都俾人批評缺乏透明度同埋專業性。其實今次嘅韓國教練洪明甫佢嘅任命已經係好具受爭議。2024年7月，韓國足協重新起用喺2014年世界盃慘敗之後辭職嘅洪明甫，隨即嘅惹起公憤。而根據韓國國會同埋體育倫理機構嘅調查，喺遴選嘅過程入邊，洪明甫根本就唔係首選嘅候選人，而係足協高層嘅獨斷底下跳過咗正常嘅評估程序，直接任命佢。當時文體觀光部嘅調查就裁定咗足協喺揀選主帥嘅過程入邊違反多項規定，要求懲處鄭夢輝等等嘅高層。咁爭議咧係大到洪明甫同埋足協嘅高層要去國會接受聽證。但係最關鍵呢，就係 FIFA 發出咗警告，就話政府有義務唔可以干涉足協嘅內部事務，因為按照 FIFA 嘅章程咧，政府一旦插手咗落去足協嘅人事，就有可能換嚟咗一個國際停賽處分。韓國隊分分鐘就連世界盃都踢唔到，所以政府明知個程序有問題，都唔敢直接喐手炒人。去到世界盃出局之後幾個鐘，
就立即有人喺國會請願網站發起聯署，要求立即解僱洪明甫，並且徹底去改革足協管治。而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亦都喺社交媒體公開發文表示，當忠誠同埋派系凌駕於能力之上，將一啲唔稱職嘅人擺上領導嘅位置，呢一種嘅結果呢，就係必然嘅。仲公開向國民道歉，就講到話冇辦法接受呢一種嘅結果所造成嘅失望，致以最深嘅歉意。具體嘅動作方面，李在明點名話呢一次係組織同埋人事上嘅失敗，下令改革包括韓國足球協會在內嘅體育組織管理架構，並且要求文體觀光部徹底調查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分析成因，然之後迅速推動體育行政改革。喺群情洶湧嘅情況底下，一眾足協高層被秋後算賬呢，基本上就已經係可以確定咗㗎啦。成個故事講到呢一度，韓國社會競爭係極大，容錯率就極低。公眾人物無論係一啲 K-pop 明星定還是國家隊嘅運動員，一旦佢哋嘅表現未合乎公眾預期，又或者出現一啲微小嘅瑕疵，就會遭遇輿論嘅強力反噬。而另外一邊廂，日本自從90年代開始向巴西學習快樂嘅森巴足球，日本係冇停低，佢哋將眼光投去歐洲，開始第二輪嘅進修，將一代又一代嘅日本後生仔送到去德國同埋荷蘭去鍛煉。然而，當一個學生學足30年，最終有一日，佢哋喺世界盃最大嘅舞台，終於有機會同佢哋嘅啟蒙師傅狹路相逢。呢一個就係熱血故事嘅最高潮。2026年世界盃嘅32強，日本將會迎擊巴西。面對巴西呢一支5奪世界盃、森巴足球嘅故鄉，當年親手教日本踢波嘅嗰個師傅，而日本自己亦都唔再係當年初出茅廬嗰個後生仔。喺上屆世界盃就已經扳低過德國同埋西班牙，甚至乎喺今年嘅友誼賽已經正式贏過一次巴西，亦都成功喺英格蘭主場擊敗對方。而家嘅徒弟絕對係有底氣調翻轉頭去硬撼佢哋嘅啟蒙師傅。客觀啲嚟講，巴西嘅班底同埋個人能力一定係仍然佔住上風。日本要晉級嘅話，必然有一場嘅硬仗。但係足球之所以令人着迷，正就係因為佢容得落呢一種以下犯上嘅奇蹟。30年磨刀一劍，劍鋒終於指向咗當年遞劍俾你嘅嗰個巴西。無論今日最終係邊一邊晉級，呢一場嘅師徒對決，絕對係值得每一個球迷熱切期待。